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花莲来往台北的交通仍是有航空和个铁公路，不过飞机的班次少，火车票等上买唔得到。苏花公路经鹿太义、北风菜有乌黑，马路过唔得。花莲沿路等上讨摊讲，归路卡诺会按难咯。为做到改善东埔的交通问题，韩国重要的是在苏花公路过唔得的时节。减少对采地居民韩国观光也得产业被冲击，有利于韩国花莲县政府如果出现的推动苏花蓝色公路。今年5月的交通部用交通批案同意化工集团所属的利诺轮来启航，8月的开始营运，每年有一班来往苏澳港到花莲港。不过是在703年，韩国200台海亚太火车的利诺轮。年时的天位是观光船，票价要700个元咯，也比铁公路还个贵。安尼一条蓝色公路更合乎花莲人的需求。要做大众交通工具，使用观光的方式来经营，係咪如违背的投下的想法呢？想去允许經營，還是要哪條政策同法令來配合，向下來探討。阳光上、台马谷上，苏花蓝色公路伫今年8月初七闹热开好，大家欢喜界坐上2辆利诺轮，对你来苏澳港为实现花莲港。利诺这条船本身来讲，它是世界上投入这个整个商业行为的最高速的客轮哈，因为台湾是个海洋国家啊，它本身它存在的应该在。我认为在海上这一块的观光资源是有潜在的市场，非常有潜力的。利诺轮今年5月从交通批案得到交通部通知启航，8月开始，到禮拜6日到5日內起蘇澳花蓮港珠標，9月10月嘅過後，至禮拜14日，歸路嘅經過東澳灣、烏沙皮、清水台外嚟到著名景點，大家有機會。對某區種角度，伫太平洋來看東台灣三季美景。山啦、海啦，也有一寡算講咱船經過安尼吼，有誒大隻船、小隻船經過看，加足好誒安尼。對。後擺若是講要佫叫你佫坐，要佫坐無？袂要佫坐，這佫坐10擺嘛，足愛坐。真舒服。自從花蓮輪沒有開之後呢，我第一次搭利納輪，它。開起來很平穩、很舒服，而且景觀很美。在路上感受的是兩邊的景觀，可是，在遠遠望之呢，峰峰相連，別有一番的情趣，這樣子。講到了條藍色公路，其實早啲流浪人台，除咗記錄來去花蓮嘅花蓮輪，也咪係花蓮人共通嘅記憶。蘇花公路當時是很難走的，道路比較崎嶇，而且就是怎麼講，那時候的。並沒有蘇花鐵路，我們講現在北回鐵路，所以當時就是說花蓮人要到台北，這個非常的辛苦，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是船公司就覺得看在這個立場上，他們就覺得說，那我們是不是就是來弄一艘這個花蓮輪，藍色公路，對，那當時也是造成就是一股轟動。花蓮輪就得在海亞遊覽車輛道，是帶通之前東埔回路觀光熱潮。不過1980年北回鐵路通車過後，東埔流入交通改善價錢多，花蓮輪最尾變讓1983年出天時。20年過後，2003年美食入天王下後，航機路到花蓮2條路線，最為上面下水料乃5號9公分，18年、28年方每每停貼。地面就代表了地方政府嚟到單位到方協調推動下，一直到今年2條藍色公路航線過100塊後，一到花蓮人老觀光入閘動期待。我們花蓮的這個火車票一票難求，因為蘇花公路的路況並不好，所以大家買車票也買得很辛苦。那而且也聽說它可以運送車輛，所以我覺得太棒啦。我們如果花蓮有多一個這樣的一個運輸工具，我認為對花蓮人來講是真的有點雪中送炭啊，因為我們花蓮人長期交通狀況非常差。我想多一些選項，畢竟對於花東居民的連外交通來講是有幫助的。那第二個呢，其實
这个路线本身它是一个从海上来看台湾，那是早期这个葡萄牙人惊叹台湾的美丽称福尔摩沙，也是从海上看到台湾。那我相信它是有它的观光价值。里诺伦铁证二站係貨倉，做得在西海亞355輛，也係298輛嘅海亞國家33輛大貨車主立車。第34站係客倉，在野到774間營客。呢下里諾倫田會係觀光商，主領航沙冇票務勞保團航倉，3千出填票，冇法土地現場買票抽身，紅標未唔到，公共交通接送未唔利便。大部分係主領航沙包團，主纜車直接載走，公共巡航設施韓國配套政策唔辣，其實都係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花蓮港也沒有那個所謂的旅客的休息的地方、搭運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帳篷裡面上下船哦。我們幾乎是完全沒有硬體設施啊。很多人那個一下船說，怎麼那麼荒涼？怎麼好像這個地方好像是沒有政府狀態啊？那我覺得這樣就很糟糕啦。因為等候船只也需要一段時間，那能夠在那個地方讓等候的旅客可以在那個地方有一些在地的產業的消費啊，或者是可以觀光我們的手工藝品，但是就是硬體設備還是需要再加強。我的覺得它的行銷還是太弱了，所有的人搭麗娜輪來到我們，比如說是所謂的觀光飯店、一般旅館、所謂的合法民宿，全部可以優惠多少錢？憑着我們的發票再去搭麗娜輪回去的話，麗娜輪也做一個回饋。在短時間之內我們一般的店家沒有很深刻的感覺的話其實我想這個不用特別擔憂對，我們是在暑假的一個末端才開始在做起航，所以是在宣傳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再加把勁。對半夜起航到件事爭議，確實很注意到嘅發電業也係媒體影響，並唔啲有兩條航線也係相關資訊。喺比較之下，對蘇澳到花蓮嘅交通方式，從鐵路來講是為之點鐘，4天後票價280個元。4叉2航蘇花公路台州為2點半鐘，9000台州300個元。草順呢航藍色公路紅長2點鐘，係講高架提前草順產業落下順嚟到昌市台州為3點鐘，票價700個元。雖然鐵路係最加入經濟嘅交通方式，不過是票難求嘅艱苦，大概花蓮人都體會當前。海南蘇花公路就從頭前回落台水北風菜講唔得，交通嘅對98年到100年，2年之間總求助148講唔得，日數80之日，造成幾米老觀光客嘅唔利便老損失。藍色公路嘅起航除希望改善東部交通問題。展會是個里諾倫8到10年平均在航路係52.3%，係講用天氣航線取算成本，任揸今年可能會了3至。海南強融受到氣候因素限制，龍高超過5公尺，風力超過9級，除為天時，為咗阻撓交通工期，當地人限地嘅觀望。麗娜輪喺我哋坐過都講，它還是蠻舒適啦，都講佢噸位沒有安太啦。一般人來講，佢都講佢坐了船嘅，較會輕船較多啦。像我哋按坐10沙有咁冇60會輕船。我你到花蓮知嘛？安全票價咪按貴，知嘛？你時期我冇好，知嘛？你冇你就基隆到花蓮。替代性還好，那風采田沒有交通工具的時候，可能永遠不去籌了，但是呢，費用還是蠻高的啦。就我們以一個以現在的一個營運的方式來講的話，大概會定位在觀光輪。那平常的那種常態性的交通運輸的這部分的功能，可能反而是比較其次，是以目前來講是比較其次的。以營運的部分的話，那我們還是要尊重那個航運公司，看他們的未來的定調是什麼。但是如果以觀光的角度來講的話，它是的確是大大的加分。為咗確保花東地區兩岸交通順暢，立委蕭美琴注重人歸路蘇花藍色公路，確實發展走生態性兩岸路線。海南就縱容專案補貼票價，對確保航線長久經營，未下到航上加熱。
把这个价位能够拉到比较接近现在的火车或者是客运的一个票价。那因为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源哦，那我们希望以特别条例的方式哦。那当然，交通部可能目前他们是采取一个比较抗拒的态度哦，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用条例的方式来予以授权。苏花蓝色公路貼貼條例草案，今年6月熱圖通過，補貼機制未提出結束時間。規定喺蘇花軌通車之前，由政府提供經常性補貼，按算期限提咗30年，經費最多20億。他們也許擔心這個補貼哦，這個長期來講哦是個這個對政府財政支出哦一個負擔哦，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政府長期以來的交通建設是重西部輕東部，對於東部居民一些微薄的交通上面的補貼，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應該要這個回饋甚至是國家對不起東部居民長期這個飽受交通不便之苦。主要講交通項嘅需求，其實最重要嘅係希望做得啲蘇花公路都到緊急載回嘅時節啟動避燃機制。來做農產品運輸也係緊急救出，喺那里農輪再也到東島西下車、台風車、遊覽車嚟到提醒，喺那係兩下嘅鐵路運輸做唔到位。佢按搶取全推救命，農會共同run價3年出入20-30噸，當日為2-3推冷倉搶取車，讓農產品次送到台北高翠澎賣市場。係講都道蘇花公路唔通，查個停台冇法度經過鐵路運輸，使做得向南行，大致將台位將來到台北。像去年蘇花公路是團結總團有10年的時間所以我叫人蔬菜要到台北之後行到有南迴公路就老台灣一組送到台北去不但時間上人力油錢各方面運費增加非常多按用來回日年從24點鐘，帶住冷倉車完全冇些困難時節，送到台北讓疲弱觀眾發電，高載送行一年。萬一公路有總團以後也順喺個要到發電港哋個嘅蔬菜採產直接上船到蘇澳以後再下船到台北啦。按個情形就可能要做改善程度啦就唔會講像往年講老台灣一組咁樣啦當我哋非常希望講有按將來有按那個服務這條藍色公路我們花蓮已經叫了很多年。那這條公路受損，大家就說所有的觀光產業包括運輸通都完蛋了。那大家就當時想，要是有一條藍色公路，可是你平常沒有去培養，沒有去養活一條藍色公路，你到那時候哪裡去找？所以這一條呢，我們是非常的期望能夠成功。在這個備園是在準備支援不是天天在發生這個公路崩塌。所以我們為了備援，所以我們要做常態性的一個運作，維持這個海上的這個通路要暢通。要不然備援來講，比如說我的船跑到別的地方去了，蘇花公路斷了，那我這個備援還要從別的地方把船調過來，這個垂直來跑，那這是比較不務實的。當然，在路段期間我們從備援機制的概念是需要增加班次，因為這樣1天1班是必然是不夠的。這個可能都要後續在立法之後，然後再做後續的配套。對。隔了10年，蘇花藍色公路總算有上了第個行，因下對回航來看東會岸將的風景，為東部會讓公共打開新機會。不過除了觀光功能，蘇花藍色公路還那重要嘅係運輸工具，非常時期還會開展交通避燃嘅重大事件。無論係觀光也係交通，都還有當多問題會解決。禮拜4到9還係東南港，會變做發電業，平時專業嘅交通提推模，未肯看唔出成果。不過嘅氣候，未本身是會讓業界嘅推翻，就重新來看，來討論國內會潤發展嘅機會。